家呢一個詞語咧，英文咧有兩個字去表達嘅，一個咧就係 house， 另一個咧就係 home。而 home 呢個家咧係建立喺愛中，無條件嘅愛，而愛咧係永恆嘅，係兩個人，但係咧只有一條心，天主所結合，冇人可以拆散。喺2023年嘅5月10號咧，我其實當日去呢一個約會嘅時候，我都係抱住一個平常心，我冇諗到嗰一日會改變咗我嘅命運。咁嗰一日5月10號咧，亦都成為我呢一輩子裏面最幸運嘅一日。而家咧成為咗6月7號至到6月8號，就成為咗我哋每一年最緊要嘅2日。咁我希望我哋可以共同努力，去經營我哋呢一段關係。Everything we can't find in another life. Take my hand and I祝福你哋同埋你哋愛嘅結合，祝願你哋永結同心，共攜白首，成為慈愛嘅父母。願喜樂、平安同埋仁愛永遠與你哋同在。天主保佑你哋。The only time I was ever found was when I got lost in you. 浩然，我如今鄭重承認你作我的丈夫，並許諾從今以後，無論環境順逆、疾病健康，我將永遠愛慕尊重你，終身不渝。願主垂鑒我的意願。我如今鄭重承認你作我的妻子，並許諾從今以後，無論環境順逆、疾病健康，我將永遠愛慕、尊重你，終身不渝。願主垂鑒我的意願。